为了争取学生伫校园有好的运动环境，唔免吹风拍折，买当运动。其中为调甲在地立委组成台南队，对108年开始，已经向中央争取20间学校有半户外球场。咱市府家己嘛开钱，加码补助3间学校，到达总共23间学校，预算已经破2亿外。而且未来红球场嘛用伫各校发展的特色来设计。同时，建设太阳光电以及锁定，一共23座来做，今年会全数完工。那我们希望说，这个半户外球场除了说能够提供最基本的功能以外，也跟校园的美学做结合，跟地方特色做整合，来设计这个屋顶。那很多学校也都发挥它的巧思跟创意。那我们希望说，未来半户外球场完工之后，后续还会结合太阳能的光电来做我们的太阳能光电，那预计会有10 MW 的一个发电量，这个对学校来讲也是一笔很不错的收益。据了解，受政府补助的红球场23间，已经有14间完工，其中画面当中的新南国小则预计今年底完成，其他包括南兴国小、安南国中等8间，上紧伫今年顶半年得当完工。咱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